但愿带来的这股小丫头一配稚嫩了，把我身边的那股紫鹃丫头接了该如好似火啊，多好啊！老太太想得周到。是啊，经过林姑娘。哎，宝玉去家庙观园，听到这个是为怎么问必是为了？宝儿爷回来了，宝儿爷回来了。
像这样的好事，老爷却不许我到。既是背地里，偏要到他一个。妹妹，我是
速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。你把手挽紧我，妹妹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把手挽紧我。拿来吧，妹妹，妹妹。妹妹，哎，妹妹，你把你身上这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那要快我高兴不高兴？你把香袋送给我，我把这个送给你。这是北京王送给我，是皇上赐下来的你。什么丑男人拿不比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也不要这东西。哎，妹妹，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吗？这个我可不管呀。为什么？
过你吗？我不怕，我再也不要生生去不了。难道你再也不唱戏了吗？思君意中，思故异乡。声声涌，声声涌，众小人知本言。思君不可以不忠，思母不可以不孝言。上纲复杂，内生的孙子大敬，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，是以忠贞，忠贞。哎呀，忠贞出于小子之门也。谁记在哭闹？你还在笑呢？夜深里守望迎来本想开头记祖先，垂手东京听教诲，唯独下多少人马言，这儿民了的蔡文章，我恨我儿分我用什么？
一发不收。总算你不知人心哎，读书你也应该长着不读书，养子对，长的。快天亮了，来，快点进屋吧。哎呀，你不要管我了好不好？不知你呀，又结交上什么三教九流的什么了？哟，好鲜艳的一条黄金哟！进门，来。父王的生，终身亲王府里有个戏子，名叫季冠。奇观，这条黄金是他送给我留着纪念的。藏喜的喜字，戏子，哎呀，二爷，你怎么竟和戏子结交朋友？被老爷知道可怎么办呢？哟，与喜字结交朋友，这难道犯了什么罪了吗？宝兄弟，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，请进。怎么不欢迎客人吗？哦，宝姐姐来了，宝姐姐，请坐。宝姑娘，请坐。方才你们谈得这样热闹，在谈讲些什么？宝姑娘，别管他呀，就和戏子结交朋友。戏子，这还得了嘛？是啊，宝兄弟要是真和戏子结交，这倒叫人担心你。宝姐姐，你不要听他这些。二爷，二爷，老爷让我来说话。是江城老爷，明日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让二爷准备，明日好为康。又是为康，又是为康。你不要走！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每逢期待病康，总要我也陪着。你说说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是说你能引病解康，所以才叫你呢。我不过是我手中有手的熟人罢了。我最讨厌与那些毛东们来往了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呀，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一个不让我做官司来吧？倒恰让我戏子结交朋友的道理。是啊，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呢，宝兄弟。常言道，这样可怜谁不想到人
带了去吧。难道我是准备人家顽固百的吗？宝姑娘，不要理他这些，人家君的上进，他总是骂人家什么漏洞啊？你想，这院的老爷不生气你，是黑不早，我去看看姨娘去。宝姑娘，再送一位吧。不用了，宝兄弟，我醉了。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宝姑娘，再送一位吧。宝姑娘，宝姑娘，最好。想不到这九类贵国之中，也会染上这种风气。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与婉呀，因儿是宝姑娘，要是忘了林姑娘啊，亦不知为怎么样呢？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的话。这是文章的话吗？二爷，二爷，二爷。三千
谁头上去？住手！谁头上去做什么？刚才贾玉承认了要见你，等你半天再承，既承认了又不慷慨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哼！今日来是谁陪着你上路？是小的妹妹。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？一定是要让刘一文王在肚子里，要让见自己到去。众神亲王府有人求见。不负有情，不许走开！当起精神来，与我一同见客。不知大人想到有什原因放弃此贼？奇怪，奇怪！请问大臣，下官我王明儿的与你私下了，我们老先生做主。王大神宣也正好自律人办，也不必承担，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完了。哪里？我们府上有一戏子，名叫机关，乃是我王爷喜爱的。至今三个人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了上。听城内真正传说，机关与令郎宝女相将生对。听说大这父亲也是令郎的旨意，故此王爷派我前来，这机关之事吗？大人少尉，你是该死的奴才！
你。
诉你们，在这个园子里吃了竹子都是根，根不长生枝，谁许下产子加根？老天总有一天开眼，把你们这些人一个个的赶出园子，这才敢见你。真。在园子止不得了。我的儿啊，如今我老了，还瞧什么呢？喏，当年像凤丫的这般年纪，倒是比他还强呢。是啊，哦，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亲自完整。从我们家是个女儿算起，要色好，要色巧，奴孤独不及宝丫头啊！老祖宗，是啦是啦，老太太，这话可是偏了，这话倒是真的哦。我时常听老太太在北语是宝姑娘的好呢。宝丫头，已经准备些好吃的东西。娘儿们今天苏醒就录一录吧，都准备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喜太太，老太太，想起什么就尽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让凤丫头办了来吃啊！老太太总是叫她吃难的，时常让她弄些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哎呀，姑妈虚死了，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爷神要算，啥不是爷神要算啊？早就把我也吃了你。宝丫头，我哪里去吃他啊？
岁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况且我想避开。今天我只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后先了开手吧。你说吧。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哎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来从江南出来呀，
啥管怎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立刻就死好啊！谁要你夺走发誓的呀？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。哦，那天只有包姐姐来说过一回。定是丫头们管出来的好事。待我回去问个明白，你要好好教训他们呐。是要教训最好。得罪了我啊，都是小事。要是以后什么包姑娘来了、白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哎呀，事情可大你了。还是这些，你到底是气我呢，你还是整我啊？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哎呀，劲都抱起来了，我还觉得一了爱你。好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果真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有的心都用错了吗？连你的意思啥天天不知，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了。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，不但让你这把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。正是因为你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落了这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才能宽我一心，你的病才会好呢。妹妹万岁！
近来宝玉病得奇怪呀，那黛玉不说病，不说好的，以前小孩子们常在一起，也不怕什么。自今你可老太太，依我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是趁早既宝玉成了亲，也将一面的进来，看是什么好嘞？舍不得从一从西，病也就好了。只是那里姑娘啊？既然你们都是保养的好，那我的旨意也就定了。都听见了，可不准转出去。要是再惹一个事，当心弹到你们的两腰腿。万一唱出什么祸来，这到哪了？难倒是不难。我想出一个主意，只是不知姑妈肯不肯，你只管讲来。依我看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，心奶奶，我心真不愿。
么总是有人在可言？只缺些言，你们去看看是什么人啊？是。
妹妹，你把我的世道拿来，等孙子好些再看吧。
哦，原来是此。哎呀，妹妹，你跟着这么多喜欢什么？我何必要这些俗套呢？宝兄弟，宝兄弟，新郎中给我万岁，写下的新娘喜来岁，多生欢喜少慈杀，谁愿谁等？你莫欢喜。我说你在啥呢？我的心都纠结了他，还会对他不问谁吗？保佑我的孩儿，愿你俩相敬自明，到日这才是父母之心不天哪！保佑啊！啊！来，哦，老祖宗，母亲的话，你不要记错，这都是为你好啊。知道。是啊。母亲，哎呦，妹妹，谁说我走给对了？家子里面是为是人，咋不知你心里春光往我头？这是在哪里？我这是在哪里呀？二姨，先生，你来要用我的子弹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的？老祖宗在这里守着，老爷也在外面守着呢。先生，你告诉我，放在那位美生的是谁？是新娶的二奶奶，哎呀，你真糊涂！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李姑娘你，老爷这次娶的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是啊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宝姑娘，宝姑娘啊，宝姑娘，宝姑娘，宝姑娘啊！老祖宗，你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娶的是宝姑娘啊！宝姑娘啊！放在，你们不是明明白白告诉我，是个林妹妹成亲的吗？谁要扶着她的？你说是都变了，都变了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老祖宗。
老祖宗，不要紧，算到教会总为神，你快收下，收下，收下。根。
就你们原来有用。我找林妹妹去，宝兄弟，我找林妹妹去，报了，我找林妹妹去，报了。我找林妹妹去，林妹妹，她已经来了。你得到。
亲兄妹，那是两小才红真面。到后来，我妹妹都长大，共同西厢采花径。当有时托付托心真情的，妹妹是心头早已看透。
这就妹妹临死之时，她到底死了心。